而家我哋要做一個水嘅形態改變實驗。水嘅形態有3種，分別有固體、液體同埋氣體。首先，我哋將固體嘅水，即係我哋講嘅冰粒，放喺一個器皿上面，然後再加熱。你哋睇到啦，固體狀態嘅冰係會慢慢咁溶解，變成液體，即係水咁解。你哋而家睇到啦，其實而家塊冰喺度溶解緊，你見到其實都好多水㗎。當冰粒完全變為水之後，我哋繼續觀察下，水繼續加熱下，液體狀態嘅水就會變成氣體啦，即係水蒸氣。不過佢而家仲未變成水蒸氣，我哋等陣再睇下。你哋而家睇到啦，水蒸氣慢慢開始上升啦。如果水蒸氣上升去到鏡上面，又會有啲乜嘢反應呢？你睇下，鏡上面有啲水點，係冒咗煙嘅。呢個效果就係因為水蒸氣上升之後，因為塊鏡凍，所以就變成水點啦。希望你哋今日呢個實驗裏邊明白到水嘅形態。多謝大家。